破妖符，作者李梦正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夜光笔足，行不及蛇。乡家两失，飞不过鸭。马有千里之庭，无期不能自往。人有苍天之志，飞运不能自通。盖闻人生在世，富贵不能言，贫贱不能移。文章解释：孔子会有定邦，武略超群，太公钓有渭水。颜渊明短，是非凶恶之徒。道直言中，岂是善良之辈？尧帝名圣，却生不孝之义。高俅妄言，反生大孝之子。张良原是布衣，萧何称为权利。暗子身无五子，封为济国宰相。孔明饥饿草庐，宁作蜀汉军师。楚王虽雄，难免阿公自刎。汉王虽弱，竟有万里江山。李广有射虎之威，盗脑无方。庞统有生龙之才，一生不遇。韩信未遇之时，无一日三餐。及至运行，妖现三术逆应。一旦时衰，死有阴人之死。有先贫而后富，有老壮而少衰。满腹文章，笔法竟然不中。才疏学浅，少年及第登科。深院江湖，运退反为奇妾。风流羁旅，时来配作夫人。青春美丽，却招龌龊之夫。俊秀郎君，反配粗丑之妇。娇良美玉，潜水有虚比之见。君子失时，拱手有小人之下。衣服虽破，尚存义礼之容。面带忧愁，每抱怀安之量。时早不遇，子宜安贫守分。心若不弃，必然扬眉吐气。处贫君子，天然骨骼生成。乍富小人，不脱贫寒之体。天不得时，日月无光；地不得时，草木不生；水不得时，风浪不平；人不得时，利运不通。祝福祝禄，命里已安排定。富贵虽不欲，人若不以根基八义，岂能为卿为相？五色有机洛阳，鸟求生产，无属破谣。事伊不可遮其体，事实不可制其机。上人情，下人厌，人道我贱，非我不弃也。金鸡雕铜，管子极品，为治三公。薪水极强有一人之下，而劣质有千万人之上。有达必辽之中，有斩比邻之前。事伊而有罗锦千双，事实而有珍馐百味。出即壮士一鞭，
nghiệp即家人碰上，上人赏，下人养，人道我贵，非我之能也。此乃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这乎人生在世，富贵不可尽用，贫贱不可自欺。听由天地循环，久离福死焉。有一百上少的对联，啥物拢少的对联，听讲是李公望静所写。上联二三四五，下联六七八九，橫批南北有少無？啥物意思？缺衣少食无東施，安尼有少無？有啥物攏少無？